大北门地区包括了嘉义、七股、西港、客家、将军，还有北门6区。因为先天地理环境的优势，所以发展出盐业、渔业、农业，同时嘛是沙白鱼养殖的重点区域。刷落来，透过网红爱吃会甲当地议员参选人肖辉宪，带大家做伙来熟悉美味的盘球类。就是集结了你所有选区里面的一些伴手礼哦。对，我们把大北门、嘉里、西港、七股、北门将军学奖的一些特色，我们都把它集结在这里。哦，对，那所以这次不管干货、鱼货什么都有了，对不对？有生的、熟的，然后包装的都有。哦，好，因为这次啊，我可能要去的地方，可能我们要去李毅那边的频道拍嘛。可是我怕说，我们如果说是一些鱼货的话，可能还要现场烹饪，可能会有点麻烦。不过没关系，就透过这次的模式啊，我们就现场试吃给大家看。春节特别来到，这里网红爱吃会的卡波，带大家来熟悉大北门地区好食和好生的在地特色。连假期间特别提醒民众，最近疫情升温。若是要出游的话，爱记得一定要挂好喙安，做好防疫措施。最后欢迎大家会当伫连假期间来到大北门区亲自来体验在地人文特色。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